星期日的關係，大學附屬醫院裏鬧哄哄的，擠滿探病的客人和病情較輕的病人，彌漫着醫院特有的味道，消毒藥水、探病花束、棉被的氣味混為一體，籠罩整個醫院。護士踏着咔吱咔吱的鞋音，在室內跑來跑去。阿綠的父親躺在雙人病房靠門的床上，他的睡姿令人想起負了重傷的小動物，渾身無力地側身躺臥，插了針管的左腕無力地伸直，身體一動也不動。他是個瘦小的男人，看上去給人一種還會更瘦更小的印象。頭上纏着白繃帶，蒼白的手臂上有許多注射或吊水針孔留下的痕跡。他用半睜開的眼睛呆然望着空間的某一點。當我進去時，他稍微轉動一下充血的紅眼睛，看看我們，看了10秒左右，又把柔弱的視線轉回空間的某一點。看到那樣的眼睛，就能理解這人不久於人世了。在他身上幾乎看不見生命力，只能找到一個生命的微弱痕跡，就像一間所有家具已被搬走的舊房子，只有等候解體的命運一樣。乾枯的嘴唇邊上長滿雜草般的稀疏鬍子，令我驚訝於一個如此失去生命力的男人，居然還有鬍子照常生長。阿綠向另一個躺在靠窗床位的中年伴子說午安，對方似乎不能開口似的，僅僅微笑點頭示意。他咳了2、3聲，喝了幾口放在枕邊的開水，然後蠕動着身體躺臥下來望窗外。窗外可以見到電燈柱和電線，此外什麼也沒有。天空裏連雲也看不見。爸爸，怎樣？好不好？阿綠對着父親的耳洞說，就像在試麥克風的說話方式。今天覺得怎樣？父親徐徐蠕動着嘴唇說，不好。不是說話，而是把喉嚨深處的乾燥空氣擠出來而已。頭，他說。頭痛嗎？阿綠問。父親說。看樣子，他無法說出4個音節以上的句子。沒法子啊，剛剛做完手術，當然痛了。可憐，再忍耐忍耐吧。阿綠說。這是道邊，我的朋友。
我說你好。他半開嘴唇，又合起。坐這兒吧。阿綠指一指床腳邊的圓形塑膠椅。我依然坐下。阿綠為父親喝了一點水瓶裏的水，問他想不想吃水果或果凍。他父親說不要。阿綠又說不吃點東西不行啊。他答說吃過了。旁邊有張兼放東西的小餐桌，水瓶、茶杯、碟子和小時鐘就擺在上面。阿綠從下面放着大紙袋中拿出換洗的睡衣、內衣褲和其他零零碎碎的物件出來整理，然後收進門邊的壁櫃中。紙袋底下裝着病人吃的食物，2隻西柚、一些果凍和3條黃瓜。黃瓜！阿綠發出驚叫聲。這裏怎會有黃瓜？姐姐到底在想什麼啊？我猜不透。我在電話裏告訴她要買的是這個那個，可沒說要買黃瓜啊。會不會把奇異果聽成是黃瓜？我嘗試說。阿綠拍地弄響指頭。不錯，我的確是託他買奇異果的。可是用腦想一想不就知道了？怎能叫病人啃黃瓜嘛？爸爸，想不想吃黃瓜？不要，父親說。阿綠坐在床頭，把許多瑣瑣碎碎的事情一一告訴父親。例如電視畫面不清楚，叫人修理了；住在高井戶的姑媽過幾天來探望他，以及藥局的工協先生騎摩托車跌倒之類。對於他所說的每一句話，他父親只是唔聲應他而已。爸爸，真的什麼也不想吃？不要，父親回答。道邊，要不要吃西柚？不要，我也這樣回答。過了不久，阿綠邀我去電視室，坐在那裏的沙發上抽一根煙。電視室裏還有3個穿睡衣的病人，也在抽着煙看政治討論會之類的節目。唉，那邊那個拿手杖的老伯，從剛才起就不停地看我的腿。那個穿藍色睡衣戴眼鏡的老伯啊，阿綠開心地說，當然會看了。你穿那種裙子，大家一定會看的，不是好事嗎？反正大家無聊嘛，偶爾看看年輕女孩的腿也不錯，興奮起來說不定提早復原呢。希望不會有反效果，我說。
阿綠一直注視着渺渺上升的煙霧。關於家父的事，阿綠說，他可不是壞人，雖然有時說話過分得令人氣憤，不過基本上是個老實人，而且真心愛我母親。他以自己的生活方式活到今天，儘管性格軟弱，沒有生意頭腦，人緣也不好，但是比起周圍那些滿口謊言、處事圓滑、投機取巧的家伙，他算非常正經的了。我也是說了就幹到底的性格，所以時常跟他吵架。不過他絕不是壞人。阿綠彷彿從路邊撿起什麼似地拿起我的手，放在自己的膝蓋上。我的手一半在他的裙子上，其餘一半在他的大腿上。他注視我片刻。道邊，雖然不該帶你來這種地方，但你能否陪我在這兒多一會兒？我到5點都沒事，可以一直陪你。我說，和你在一起很開心，而且我沒有其他事好做。星期日你通常做些什麼？洗衣服，我說，以及燙衣。道邊，你是否不太想提起那個女人的事？那個和你交往中的女人的事？是的，不太想提，太複雜了，而且很難解釋清楚。算了，不必解釋。阿綠說，不過我可以把我所想像的告訴你一些麼？請說，你的想像多半很有趣，非聽不可。我猜你交往中的對象是別人的妻子。32、3歲的漂亮富家少奶奶，穿戴的是皮草大衣、歐洲名牌鞋子、絹綢內衣褲那種類型，而且非常性飢渴，做的全是下流動作。平日的下午，你和他彼此貪戀對方的身體，但是星期日她老公在家，不能跟你見面，對不對？相當有趣的劇本，我說。他叫你綁住他，蒙起他的眼睛，要你洗遍他身體的每個角落，然後讓你的異物進去，擺出柔軟體操的姿態，並且用寶麗來相機把那些動作拍下來，怪好玩的。他太飢渴了，不管什麼動作都肯做。他每天想的就是古靈精怪的花樣，因為太空閒了嘛。下次道邊來了就這樣做，不然那樣做之類。
然後一上床就貪婪地變換各種姿勢，起碼3次高潮，接着這樣對你說：怎樣？我的身體美不美妙？年輕女孩已經無法滿足你了。招：年輕女孩怎會替你做這個？有沒有感覺？不過不行了，又跑出來啦。諸如此類。我想是你看得太多色情電影了。我笑着說。果然是這樣。阿綠說。不過我最愛看色情電影了。下次一起去看好嗎？好啊，當你有空時一起去。真的？我期待着。去看那種性變態的吧，用鞭子拼命鞭打，叫女孩子當眾小便之類的，我最喜歡了。好啊。唉，你知道我在色情電影院裏最喜歡的是什麼？我猜不到。就是當做愛鏡頭出現時，聽周圍的人咕咕聲吞唾液的聲音。阿綠說。我最喜歡那種聲音，好好玩。回到病房後，阿綠又向父親說了許多話，父親地隨聲附和着，不然就沉默不語。11點左右，臨床病人的太太來了，替丈夫換睡衣、削水果。看來心地善良的那位懸念太太，跟阿綠閒話家常。護士進來，換了新的點滴瓶，跟阿綠和那位太太聊了幾句就走了。那段期間，我無所事事，茫茫然環視室內情形，或者望望窗外的電線，偶爾有麻雀飛來，停歇在電線上。阿綠一會兒跟父親說話，一會兒替他抹抹汗、除除痰，一會兒和那位太太或護士聊天，一會兒跟我說幾句，一會兒檢查點滴狀況，忙得不亦樂乎。11點半，醫生來巡訪，我和阿綠出到走廊去等。醫生出來時，阿綠問他：醫生，我爸爸的情形怎樣？剛做手術不久，又做了止痛措施，相當消耗體力。醫生說，至於手術結果，必須過2、3天才知道。順利的話就會好轉，若是不順利，到時另外想辦法好了。不會又把腦部切開吧？不到那時候不敢說。醫生說：喂，今天怎麼穿那麼短的裙子？不好看嗎？
可是上樓梯時怎辦？醫生問。沒什麼好辦的，就讓他們睜大眼睛看過就好了。阿陸說。站在後面的護士吃吃地笑。看來應該請你住院一次，讓我替你開開腦部的好。醫生愕然說道。還有，請你在醫院中盡量使用電梯，我不希望再增加病人了。最近實在忙不過來啊。巡訪過後，不久就是用膳時間。護士推着餐車，從一間病房送到另一間病房去。阿陸的父親分配到的是奶油菜湯、水果、去骨炆魚和果凍狀的朵穗蔬菜。阿陸讓父親仰臥着，轉動床腳的把手，弄高床位，用湯匙舀湯餵父親喝。他父親喝了5-6口，就扭個臉去說不要。這點東西必須吃掉才行啊。阿陸說。他父親說，等一會，真頭痛，不好好吃飯，哪有精神嗎？阿陸說。小便急不急？不，父親說。道邊，我們到樓下餐廳吃飯好不好？阿陸說。我說好的。老實說，我有什麼也吃不下的感覺。餐廳喧聲四起，醫生、護士、探病客人濟濟一堂，連窗戶也沒有的地庫餐廳，擺滿一排排的桌椅，大家在那裏邊吃邊聊，聊的多半是疾病的話題吧，就如置身在地下道，聲音噏噏迴響，有時迴響被傳呼醫生或護士的廣播壓下去。我在霸佔位置期間，阿陸用鋁盤子盛着2人份的定食套餐來了，奶油炸肉餅、馬鈴薯沙拉、切絲卷心菜、燉品、白飯和味噌湯的定食，整齊地盛裝在跟病人所用的相同的白色塑膠餐具裏。我吃了一半就吃不下了，阿陸則津津有味地全部吃完。道邊，你不餓？阿陸啜着熱茶說。我不太餓。我說。在醫院的關係吧。阿陸打量一下四周，不習慣的人都會這樣。味道、聲音、混濁的空氣、病人的臉、緊張、焦慮、失望、痛苦、疲勞，都因這些的關係，這些東西勒緊人的胃，使人失去食慾。不過習慣了就不當一回事了。況且不好好吃飯，
怎能照顧病人？真的，因我照顧過爺爺、婆婆、母親、父親4個，所以很清楚，萬一有事發生的話，下頓飯就別想吃了。所以嘛，能吃時就盡量多吃，否則完蛋了。我懂你的意思，我說。有些親戚來探病，跟我一起來這裏吃飯，每個都和你一樣留下一半。見我猛吃不停的，就話小鹿真好胃口。我啊，胃脹脹的，吃不下飯啊。可是服侍病人的是我啊，開什麼玩笑？別人只不過偶爾來同情一下罷了，照顧大小便、除痰抹身的是我啊。光是同情就能解決一切的話，我所做的可比別人的50倍同情啊。儘管這樣，大家見我把飯全部吃完，卻以怪責的眼光看着我說：小鹿真好胃口。難道大家以為我是拉大板車的驢子？他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了，為何還不明白人情世故？光是用嘴巴講有屁用，要緊的是肯不肯處理病人的大小便哦。我也會受傷的，我也有筋疲力倦的時候，我也想大哭一場的。明知沒有復原的希望了，醫生們還圍在一起切開他的腦袋玩來玩去，而且開了一次又一次，每開一次就惡化一次，腦筋就逐漸不正常了。試試看，這種事情在你眼前不斷重複發生，誰能忍受得住啊？加上家裏積蓄越來越少了，連我也不曉得能否念完往後3年半的大學。這種狀況持續下去的話，我姐姐連婚禮也沒辦法舉行了。你每星期來這裏幾天？我問道。4天左右，阿鹿說。這裏原則上是院方採取完全看護制，可是實際上光是靠護士是不行的。他們的確照顧得很好，然而人手不足，要做的事情太多，所以無論如何還是需要家屬來幫忙照顧。我姐姐必須打理書店生意，只好由我趁課餘時間來一趟了。不過姐姐還是每週來3天，我來4天，我們就利用那一點點空檔來約會。節目安排過密啊！你那麼忙，為何時常跟我見面？我喜歡跟你在一起嘛。阿鹿擺換着空了的塑膠湯碗說。你一個人到附近散步2小時左右吧。我說。
讓我暫時照顧一下你父親。為什麼？稍微遠離一下醫院，獨自鬆弛一下比較好。不跟任何人說話，讓腦袋空空如也。阿綠想了一下，終於點點頭。好，也許你說的對。可是，你懂得怎樣照顧他嗎？剛才看過了，大致上懂得的。檢查點滴狀況，為他喝水、抹汗、除痰。尿瓶在床底下，餓了就餵他吃午飯的剩菜。其他不懂的就問護士。光是知道這些就沒問題了。阿綠微笑着說。不過，他的腦筋現在開始有問題，有時會說一些古怪的話，令人莫名其妙。如果他說了，你可不要太介意哦。不要緊，我說。回到病房，阿綠對父親說有事出去一下，這段期間我會照顧他。父親對此仿佛毫無反應，也許根本不了解阿綠的意思。他仰臥着，一直凝視天花板。假如不是他偶爾佛佛眼的話，可以說如同已死，眼睛像是喝醉似的布滿紅絲，深呼吸時鼻子輕微隆起。他已無法動彈。阿綠對他說話也不會作答。他那渾濁的意識底層所思所想是何？我猜也猜不透。阿綠離開後，我想跟他說點什麼，但因不曉得說什麼好，最後沉默不語。不久，他就閉起眼睛睡着了。我坐在他床邊的椅子上，暗中祈禱他可別就這樣死去才好，同時觀察他的鼻子不時抽搐的情形。接着想到，如果在我陪伴期間，這人停止呼吸的話，未免太奇妙了。由於我和這人剛第一次見面，我和他是透過阿綠才認識的，而我和阿綠的關係只不過是在演劇史2同班上課而已。他並沒有死去，僅僅沉沉入睡而已。我把耳朵湊上前去，聽見輕微的呼吸聲，於是我安心地跟鄰床的太太聊天。她以為我是阿綠的男朋友，一直提起阿綠的事。她真是好女孩，太太說，照顧父親無微不至，親切又溫柔，細心又堅強，人又漂亮，你要好好珍惜，不能放棄她哦。
現在很難找到這麼好的女孩了。我會的，我適當地敷衍她。我有個21歲的女兒和一個17歲的兒子，但他們根本不到醫院來，一放假就跑去衝浪啦，約會的，一天到晚只顧着玩，好過分啊！只懂得揸取零用錢，錢一到手就花光了。下午1點半，那位太太說要出去買點東西，離開病房了。兩個病人都睡熟了。午後的陽光灑滿整個房間，我也不禁坐在圓椅上打起蓋睡來。窗邊的桌上，黃菊白菊插在花瓶裏，告訴人現在是秋天。病房裏飄滿中午吃剩的炆魚香味，護士們依然發出咔吱咔吱的諧音，走來走去，用清晰的聲量交談着。他們偶爾走進來，見到兩個病人都在熟睡時，對我微微一笑就消失了。我想看點書報，可是病房裏沒有書報雜誌，只有月曆掛在牆壁上而已。我想起直子的事了，想起他只有髮夾的裸體，想起他的腰肢和陰毛的暗影。為何他會在我面前光着身體呢？當時的直子是在夢遊狀態麼？抑或那只不過是我的幻覺？隨着時光流逝，那個小小的世界離我越來越遠，令我越發不明白那晚的事到底是幻是真。倘若認為是真的，確實覺得真有其事；倘若認為那是幻想，又覺得真是幻想了。當作是幻想時，細節未免太過清晰；當作是真有其事時，一切又太美了些，包括直子的身體和月色，一切都美得不太真實。